我而家就會拍東涌線機場快線同迪士尼線。我而家就喺香港站。上有個 IFC。然後呢一邊有條行人隧道去中環站。然後呢一邊就機場快線月台。我而家就要搭東涌線，兩邊都往東涌或迪士尼線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去九龍站。我而家到九龍站就白色啦。咁呢一邊往呢邊往香港。然之後一上到上面就轉車大堂。咁呢一邊寫機場快線不設上客，要去香港站的乘客請乘搭東涌線。日曆一樣。跟住下個站就奧運。大家到奧運站就係開主。咁呢一上面就大項。呢一邊出口。跟住下個站就到南昌。南昌黃色的區。然後呢邊係往香港迪士尼線。呢邊往香港月台。呢條線就多咗紫色呢個色情，我係唔會係轉呢。跟住下個站就到麗景。跟住下個站就到青衣。站就係呢站就係為主。呢有個都係轉車。呢邊就機場快線月台。咁東涌線個係淺藍色，而機場快線就係淺藍色、灰色、白色，而機場線唔同啲。機場快線係
灰色同白色上齊基礎。呢一邊係香港嘅，跟住下一站就去Sunny Bay 站。呢邊迪士尼線月台係每場係起，呢一邊有啲呢一邊落到去行，就係去香港嘅月台。咁下一個站就到東涌。而家到東行就紫色啦，跟住呢啲上到上面就係大潭。而家就機場發現，我而家就飛過去。而家就機場南邊站就係呢度啦，機場站我起晒成棟樓咁，呢邊係去1號或者2號客運大樓。就係我預留咗一個月台。下一個站就到博覽館。博覽館站就係藍色同埋白色啊，跟住一上去最後呢度出口，我而家即將搭機場快線返香港站。試下直行直過。直行直過。九龍站係唔記得咗介紹，我而家就要介紹返。有龍站人一邊，呢一邊就係出行。哎呀，不設上客啦！我哋
又係要翻去東涌線啊！算我破例啦。咁咪香港站就變翻單軌，咁香港站就白色啦。咁東涌線嘅機場發展片都到呢度，希望你可以訂閱，下次見，拜。